加州保險同你一齊探討女神蘭斯的保險知識寶庫。泰山，你真係一個好業主喎，裝修好晒間屋先至租俾人住。不過睇嚟你又好似好大怨氣喎。唉，女神，你嚟就啱啦，我真係一肚氣啊！咩事啊？講嚟聽下。我2個月前租咗間屋俾人住，點知今朝管理處突然打電話嚟話間屋漏水，咁我咪即刻打俾個租客睇下發生咩事咯。原來佢都唔喺屋企，咁我咪約埋佢一齊上去睇下係咩事咯。唉，點知真係大鑊啦！間屋水浸到全屋都係，我要個租客賠翻俾我啊！你冷靜啲先，首先你要搞清楚究竟係咪個租客疏忽，定係其他原因搞到水浸先。咁如果真係因為個租客疏忽而搞到水浸，咁佢就真係有機會要負責賠償翻你屋裏邊嘅損失嘅。咁你有冇買到家居同樓宇保險啊？我咁醒啊，梗係有啦。哦，如果你有買到家居同樓宇保險，咁你可以睇翻張保單嘅保障範圍，例如有冇保電器損毀、清理家居費用、天花、地板損毀等等。而家好多保險公司都有提供家居同樓宇嘅全保，保障範圍咧好全面嘅。咁如果損毀證實真係你個租客唔小心引致嘅，保險公司賠償咗俾你之後咧，有權去追翻你個租客噶。哇，咁我而家個心都定啲，今次裝修嘅錢起碼有得保啊！不過啱啱個租客打翻俾我，話唔關佢事，係個水龍頭突然壞咗，漏晒啲水出嚟，仲話我係業主，有責任承擔所有損毀咁話，仲話家陣啊間屋住唔到啊，要搬去酒店住啊，用多咗錢啊，但係租約又未斷啊，唉，真係。女神啊，你教我而家點做啊？咁如果你水浸嗰單嘢唔係因為你個租客疏忽，而係調翻轉係個水龍頭喺冇任何先兆嘅情況之下突然咁壞咗而造成嘅，咁你份業主責任保險呢都有機會幫到手啦。不過一般業主責任保險呢係只會保業主導致第三者嘅損失而作出賠償嗰個責任，而唔會保障業主你自己本身嘅租金損失嘅。咁當然啦，你都要睇翻你自己張保單嘅條款。咁如果你張保單真係有保埋租金損失呢，咁只要你證明到物業係因為意外損毀而租唔到俾人住，搞到你有損失，咁你就可以 claim 啦。好彩有你咋，女神，個心即刻定翻晒。不過我以後唔敢租間屋俾人啦，不如我平啲租俾你。女神，你唔租我間屋啦？女神蘭斯的保險知識寶庫係由加州保險特約贊助播出。以上乃一般資訊，並不構成任何個案嘅法律意見。